危险，红灯，红灯！哎呦，我往绿灯方向走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进了马路对过灯笼，你现在那走老吃力哦。热得不得了！一上次我看了一下热，蛮洗好了，蛮用的那个。你们那边我晚上好吃吃。哎，可奇怪。冬天啥难处啊？不，你只要头发披了海子嘞，更加热。我今朝吃瓜拉头了海，那吃来了更加难看。现在有人讲我难看的，我来难看了。越来越难看，吓死人了！两人都端着命，一每个人给10人命。我来再看见侬粉丝，伊拉讲我，来非把我的。你也不认得你道？不认得我还侬好啥男人？我不是不认得人，难评的三个锅贴，是不是那张面孔擦出来是不认我爱的？辣锅饼，辣不辣的？加辣椒。是羊肉吗？这个？这100%纯的。怎么没有羊骚味啊？反正我是非吃的。你非管同的，你只管吃。那个谁是跟多来啊？叫出来个汉子。对。你到住嘴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是他的是吧？对。3汤样辣好。一般必胜客是我最头一班，我到兰楼第一道上个饭店，侪是一般必胜客。结婚到现在，现在少机会得来吃必胜客，因为到了上海好吃的3档是100块洋钿。那个鱼羊肉穿的。羊肉穿什么哇？也干说他自己在那吃得了很惨。高低单不便宜，上岗位豆腐随便点随便点。杨梅的好吃吗？那如果不好吃，我能换吗？我买一区只有我的忠实朋友，你的粉丝都是烂粉丝，最怕你的粉丝。觉得我刚才漂亮的地方。不变，因为你的粉丝太坏了，老是说我丑，我看见他们就恶心，我不想拍了。那个上孩子今朝也从平江路追到3档高市，我看蛮危险了还。他家飞啊，追到3档高。哦，嗨，有一场个决心，肯定减肥成功。我减肥只是140斤，我讲不来听。我坚持是年轻人。我今天上镜是完全是把现在叫名。啊是啊。所以那个粉丝在我眼睛面前侪是痣。走得了。你讲啥人？我。为啥嘞？一点点不胖。哎呦妈，是他掐死。再讲个包3上3嘛，只够一个人抢。对。哎，我当然来后头啊。不，我最欣赏那件衣裳蛮灵的，600块得来单体。一定是大市场，我小辰光在住来的，龙颜色个地方邋遢个侪是我个屋里向。苏州平江文化中心以前是大市小学，我就是从埃里向小学毕业的，那边也是啥店？我拿毛脱了。我现在42岁啦，我是新辰光8九岁模样侬了。哪岁？我当侬过来拨你看看，或者是加个微信。像你现在从电基本上物事毛光就不走的。哦，好无趣。那个谁是你带平江路那个目的是吧？目的地。在你平江路单分忘记脱。那个花你最起码来看啊，一万门。我要门呢多少？15块抽脱。到那个地方蛮配个颜色。那个地方我再说3次。大市场先讲，一树里向花还忘记脱个啥花？两件日子，看看衣裳，吹空调。灵个，我锅里向侪是花一双被子，漂亮夹错毛汗，现在辣互动。哎，到那个衣裳特别配，正好一个10里一个。现在你平江路一圈堆汉，是专门追到3档高。对。你追我也追啊！现在跟三妹子去买奶茶，我发现那比我还吃。燕麦奶、绿豆冰啊，我来寻寻看啊。门子半年生意也没，碰上2个龙王营业员。是啊，骗子同一年。蓝银蛋子，这块中路的。哈哈哈。也吃整鸡，也吃的。爽。本来不吃奶茶，上年很多高知道。你昨天生起海来，菜好菜，不是营业员碰上2个媚娘。你从平江路追到3档高，现在经过100商场，一般店呢，生起海没法海干，西买不西干，这个李明的那个李辣海，从我小辰光到现在，还可以讲是一个奇迹。免费吃素的地方带着啊？对。那是过年现在进去阿来3个，天被人家赶出来啊！哎，你带路得吃？你得来了啥菜？火炸呀！那个冒出去的，你得来？哟，妹子啊，变脱个人做哎哈！